伫咧27天，三级警戒降做2级啊！全台湾的幼稚园嘛拢恢复上课。透早着家长送囡仔来幼稚园，真侪囡仔拢感觉真欢喜。是透早家长带囡仔来到已经2个月无来过幼稚园，准备上课。27全国防疫警戒降级，新竹县市老师注疫苗的状况已经超过9成，不过家长嘛是聊聊啊烦恼。大家尽可能就是能够控制大家防疫上的一些控制部分，大家尽可能去做一样。小朋友他比较不会保护自己，有时候他不会去一直勤洗手啊，或是说口罩没有戴好，这个家长都会很担心的。还讲第一天有来幼稚园的囡仔大概1/4，真无简单，才等到会使上课的这天，市府也有交代，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。我们学校120个孩子，然后大概有33位会回来。然后，因为其实今天刚好是非营利收托这学期的最后一天，但很多家长可能想说，那个可能就是等到8月再过来。新竹市这幼儿园的老师疫苗接种，超过94% 哦。教师们或者幼儿园的老师，只要大家还有意愿哦，那市府都会尽力的来协助大家做疫苗的接种哦。除了幼稚园开放上课，公园的部分嘛已经完成游乐器材消毒，准备开放。不过嘛是要提醒家长一定要挂好喙烟，并且做好防疫的相关措施。记者刘君和，新竹报道。